我係郭芙蓉，亦都係新界西南直選選區嘅立法會議員。我對呢一個區咧係非常之有感情，因為我自細就喺荃灣成長，亦都喺葵青嗰度讀書。咁啊，有幸咧亦都可以連續3屆當選地區嘅直選區區議員。咁啊，過去喺社區裏邊咧，我哋都非常之關注舊區重建、舊樓維修等等嘅問題。因為我喺荃灣嘅天台屋嗰度成長啦，所以我好明白到咧舊區重建係可以改變一個人嘅一生。我都好希望到我可以去貢獻翻我哋嘅社區。於是咧，我哋就係爭取嗰啲升降機，就會打通成個區嗰個網絡，等到大家出行方便啲咯。知道荃灣同埋葵青區咧，其實有非常之多嘅舊樓啦，會帶到啲咩嘅方案咧，係俾政府咧可以去加快做呢方面嘅工作咧？舊樓嘅問題咧，林林總總，亦都係非常之困擾住市民嘅生活。咁未來我哋喺議會裏邊會點樣去處理呢？希望去督促政府去加快進行呢一個嘅老化水管更換啦。咁但係其實下一步咧，我哋都會希望政府係善用新科技，係做好預防，去做好風險評估。我覺得咧，一個人最幸福嘅事情咧，莫過於係可以將自己嘅興趣變成我哋嘅工作。所以咧，其實我覺得有能力、有機會可以服務到我哋嘅社區，可以幫到更多嘅人咧，係一個好開心、好有成就感嘅事情。只要我哋可以凝聚到社會上面唔同嘅聲音、唔同嘅專業、唔同嘅力量嘅話咧，咁我哋就可以推動到我哋社區咧，可以係增值，亦都咧希望喺經濟更加好嘅情況之下咧，香港嘅民生咧，亦都會係跟住一齊更加好，咁樣香港就可以再出發啦。